为着要来避免着社区感染，疫情指挥中心正咧研究，要来订定社交距离要严格来规范，嘛无排除要来祭出着罚款。但是，这个距离的范围甲执法的方向爱阁讨论。若是像新加坡安尼来定出着1公尺的距离，安尼对咱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款的影响呢？咱做伙来看。即马上晚间曲行就爱罚钱，台湾有计划要定出社交距离。假使若有新加坡公共场所距离1公尺，人甲人的日常生活要安怎？咱提笑出来，设定1公尺，免咱量下温。这样会很难量吗？对啊，很难啊。那我们要弓箭步。坐电梯曲行只会当行对角，一点动就违规。坐温内，这车厢人客人爱保持1公尺，未来一个车厢只会当徛几个人，就扶梯咧。安尼是唔对的，1公尺的距离就爱遮尔宽才会使。连路边有人咧发传单，你一体嘛有可能会破坏1公尺的距离。我就只好手伸长一点。餐厅、咖啡厅嘛袂当阁像安尼面对面食饭，必须要隔开。买物件想要结销，或者排队买脆暗，嘛爱发声离较远的。情侣夫妻伫外头必须要相敬如宾，袂当阁亲亲，敢会影响感情。起座也不能站在旁边，那就不要出门好了。防疫时期，民众拢愿意配合，但是敢真正需要到这么极端？其实你戴上口罩跟距离公尺是一样的意思了。感染科医师这句话，不定会让民众较安心。